非常收看基本嘅福气咧呢个节目，基本嘅啦，乡亲朋友咧烧解物解咧，我咧烧解一种东西叫做上福碟，呢系物嘅东西咧，今日绕墙到中医师来到节目地图咯，大家都分享，大家都分享你基本嘅意思哦，好少众欣赏欢迎。主持人大家用心，大家好。欣赏哦，欣赏是龙潭人，龙潭人，平镇人，然后唔过伫龙潭。开业吼多久了？25年。开做欣赏中医生5年了。25年。文医生年。因为吼同欣赏大最久嘅时间，欣赏就25年啊，要退休的吼，然后做唔得退休啊。真嘅，不过根本伊真嘅真欢喜做在遥相都欣赏的都鸦片红同大家都收嘅一种东西，三伏贴。三伏贴，我说真的，清省期的事情，有时候行业改路的时间，我会看到有个招牌，或者是像有时候还会贴那个广告广告的时间，会讲三伏贴。有些朋友可能有青岛给你基金低，嘛个系三伏贴，不过可能还有青岛的朋友会想讲，那是什么东西啊？可以买个东西，简单讲起来，什么是三伏贴？三伏贴，简单讲有分两种嘛，叫做三伏，三伏规则搭，搭就是搭药的啦，搭药就搭。三伏是讲要三日，你天水嘅三日的，给三日就搭的东西，我三伏搭的。比如说简单讲起来，就会你填的时间有一段时间，就是可以找出那一段时间，然后去贴一个药材。简单讲，你可以按有念抽嘛，对。不过老师，三伏贴按有个东西其实大家会觉得它的名字是这样，但它其实是可以什么样的功能？一般来讲三伏台湾有讲，一般有些冬病夏治对，也治疗问题用冬季比较容易发生的问题，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疥疹啊，那种异位性皮肤炎那种，它过敏的东西疾病都有讲，你要搭，你在实际的搭做预防的这种动作，所以它也理论一个上攻治未病，就中医讲的。就做预防的作用啊，是预防的作用。不过，简单各位可能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三伏贴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搭起了一个贴布，可是它也是一种药材。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药材？加的可以嗨比如讲，老师欣赏秀按有个三伏贴药材，他刚说在这个节目里面看到，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药材在里面，比如杏仁、麻黄或是甘草，所以它其实是比较属于温热，黑吗？一般来讲，你可能药的，可能药的，加讲甘草啦、杏仁啦、半夏啦、麻黄啦、白芥子、细辛啦、姜麻里的附子、艾叶，这大部分的药除了黄芩之外，黄芩之外，大部分都是热性的药。那为什么要用黄芩？因为黄芩入肺经所以大部分才会用黄芩这个药物。一般来讲，也用两种药去做穴道的刺激，让我们的穴道经过免疫系统去产生过敏免疫反应，然后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加强它的功能，到也应该是说平衡它的功能，到要过敏季节要发生的时候，能把过敏的症状变它小，变它强，这样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我们才叫做三伏贴。三伏贴对不对？不是说讲起来几个功能就比如讲像时常讲的，比如说你有气喘。对不对？然后讲你有慢性的支气管炎，然后过敏，像我的过敏就真的很严重。来同欣赏讲，我每天早上起床的轰虫的时间会打喷嚏，还抽的时间很多，用那半包卫生纸对，像这样算是像他过敏跟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你他很容易感冒，对，所以像这样子的，是不是比较适合像按用的患者？一般来讲，你讲。免疫力有问题的人免疫力有问题的人，大部分都可以经由这个方法、这种方法来做我们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对，主要是用来做预防的动作了那为什么这样的动作？其实它有一些中医的一些中医里边哲学理论根据那大家就是热应热用就是
夏天的时候用比较热性的药，然后去刺激它的这个经络穴位，然后经过特定的经络穴位去刺激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是，然后产生足够的免疫反应，让它的疾病可以减缓发生。真紧吼，你上次要问一下吼，对高敏真紧按有效系无？一般来讲，像阿布卡因两个肾炎全部有过敏，那大概小时候都有贴过。那基本上像以前从没要用，只半包可能肾炎的可以用韩国豆，不会上哦，用韩国豆啦。但现在当然还是有一些过敏症状是没错，贴了几年。那我要几年呢？他只要有回来，因为肾炎痛太好了没有？他只要有回来，我大概都会跟他贴啦。好好哦，很厚哦。贴，然后至少他冬天他不会气喘。哦。基本上这几年从来没有气喘发生。过敏的情况也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啊。当然，现在年轻人大家有一些运动，其实也需要去做一些辅助啦。对，董演哈同大家的分享就会讲。三伏贴按用给缝是一个，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原理啦。俺按用干不够啦。不过我们可以讲哦，你贴三伏贴，你的过敏就可以完全的好。其实要配合你的饮食，你吃嘛该东西，也还讲你还没有晕通。比如你平常时要唔晕通，吃东西要乱吃，对不对？你当然任何的医疗都会按用你，光靠药物是不够的。所以其实是各方面的这种配合，你省发给缝色啦，对不对？你作息的缝色很用呀，搭配起来，如果在使用三伏贴的话，一般人其实一般人来讲得到的回应老回馈哈，其实勾面真的还蛮有效的，气喘也蛮有效的，对不对？对。这个两种问题哦，你其实中医界里边都没有做所谓的那临床试验，也有做过它的相关的报道，也有做一些论文的发表了。哦。那你看起来有做三伏贴的病因哈，它的过敏的预防比率大概有70%到80%，也就是说70%到80%有预防的效果哦。就是说我们的预防效果大概就是它不会讲过敏比以前还强哦，时间它短哦，这个其实大概就是有效果的一个反应。对，因为一般人来讲，大家都会知道吼，像哪个鼻子过敏、清洋葱给你，所以过敏其实没有办法根治，不够公司采访，黑公你的生活作息可以调养，你要晕通4个东西有调整，然后又用三伏贴，它可以改善。对，可能每一年慢慢就改善哈。不过就按用给东西，每个人都可以用吗？一般人都可以用吗？还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含值？基本上有些事情当然是有些病人当然是不能用了，比如说你很典型的过敏性急性发作像过敏性比较多有一种最重要就是像异位性皮肤炎，它是过敏性鼻炎的同一系列的疾病像我们一发作的时候，其实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合贴啦，因为已经发炎的，会痈啦，会流可能会缝啊，会肿的用。第一讲还有这种。你体质来讲体质像痛热的人像痛热的人又有湿皮的人，好像你最早啦，又讲身体青烟很容易火气大、便秘啦那种人，其实你在这里特别嘛呢，会造成因为它是热性的药，然后你又是热性的体质，可能在短期间内会有一些急性的过敏反应的出现。那种没有吹天够了没够毛还是。所以讲，搭三伏贴要自家注意，还看到医药的，自家动作脚嘛脚啊就搭落去，其实是有问题的，还是要请医生帮你看一下，说到底可以没合适做按用的事情。不是说讲，因为其实三伏贴给用出来可以还有较温热的，或是热性的。刑场刚好特别讲到，比如你最早啊，要黑公你其实你去本刑场看给时节，它是你身体那个时候刚好很燥热、清热中医是这样讲，或者说你那时候有便秘、按有给问题，代表你的身体可能很燥热，这是一个我是说可能啦，可能按有给请你就那个时候就不适合三伏贴，对不对？而且事实上有被归类有几种状态是走我们的，比如说孕妇，对不对？像这也不行。还有比如说严重心肺功能不全者。心脏病啦、高血压啦、肺结核啊，都唔得。要有急性感冒、疾病发作期的患者，比如给刘氏刚好在发烧、喉咙痛，或者是扁桃腺发炎，按用给请压还都唔得。对，基本上很难用啊。就是说，你当然要贴要大便用的东西，这也算是一种医疗行为的。其实它有经过这些特殊性的药物来讲，你还是要请中医师帮你看过之后，觉得你适合。像孕妇来讲，你有些它太热性的刺激，有时候它会造成身体一些反应，可能会对
对于这个孕妇或者是对怀孕的过程中会有些影响。是。当然刚才看到高血压的病人，假如说贴太热性药，你睡不着，反而血压容易发作。那肺结核的病人，你假如你没有好好吃药，没有在控制，其实它就是一个法定传染病，所以你还是要非常小心。迄个按用讲，迄没做来讲，比较虚寒的体质很适合贴。一般来讲，过敏的人哦，全部较虚较寒的较多啦，所以一般来讲，要讲用夏天热天的时阵呢，哪怕热的药来治疗预防，冬天这个虚寒体质的人发作的症候是。三伏贴最主要的意义在，对哈，所以乡亲朋友们，你大家有好了解嘛？系讲你行到该介入啊，系讲中医师，当大家看到那个招牌为啥上伏贴，哎用个东西三伏贴，其实佢系一种热天时节做得到大家来预防浪天可能会好发嘅一种疾病哈，原理是这样子，对，如果有的人做唔得打，有的人都适合做得用安用嘅司机，还有嘛嘅大家做得了解，很好都嘅知识吼，你做了非常乡亲朋友吼，绝对莫做快哦，聊下啉下茶，你定下陣進來。今日都歡迎做啲繞牆頭好少中欣賞嚟到節目地度咯，大家嚟了解吼，你同熱天嘅時節上做啲做嘅一種嘅，你講醫療行為做啲講三伏貼，按用嘅東西很有意思的。其實現場呢，醫師特別幫我們帶來那個三伏貼的藥材，對不對？在這裡，對，然後它看起來圓圓的，一顆一顆的。看多嘅時間感覺問欣賞講，欣賞那是什麼東西？你說這就是三伏貼的藥材，然後我們用貼布去貼它，對不對？所以現場這邊有很多的這個。有時候哈，公眾人會不小心講小金人哈，唔講欣賞就講，這叫做針灸同人。針灸同人，對，所以醫師是不是可以簡單的告訴我們，一般來說，黑哥我們要貼三伏貼的時間會貼在什麼地方，然後大概怎麼貼？吼。剛剛主持人講到你愛藥的吼，其實你愛藥的可以加工的藥材，很多藥材的，去把藥材取拿到都一種變到粉的吼，粉的那一攪那種。姜汁啊，那姜嘛那種姜汁，生姜的那個汁去打汁，然後做成，然後去把它揉成這樣一顆一顆，像那種扮演一樣給種東西。啊，這個東西就是要先預製好，這種東西做好的基本上先做了哈，伊別做唔得變變小，伊變小變狼的去。所以講，不說按用先做，先做哈，先做咧，做就做唔多痛度，因為做痛度會一天東西會壞掉。好像就像食物一樣會勾起的意思。所以講，你用兩種中和藥材做這一粒粒的大小大概是這樣子，然後貼在你特定的穴位上面。你特定貼在哪些穴位上面哈？那大家我跟大家介紹一下哈。一般來講哈，你搭三伏搭哈，全部搭起來有幾個啦。當然大家平常做會冇嘛共用啦哈，有些平常也習慣做按用的穴道，不過。大部分的穴道都貼在，你也看，一個任督二脈的督脈裡面哦，督脈裡面有一個大椎穴，哦，大椎穴在這裡，應該是在這裡，大椎穴在這裡，好，我大椎穴在這裡，這裡是大椎穴，就是我們這個脖子、陽經溝沿的胸部交接的地方，然後還有就是膀胱經的這個大腧哈，大腧穴、風門穴、肺腧穴這幾個穴道就是。我們在中醫的這個，除了它是膀胱經之外，它也是肺部的一個最主要經絡。那你講過敏來講哈，大概都是脾腎虛比較多。是。脾腎虛比較多，那脾腎虛跟肺當然是有關係的，然後因為肺就是表現出來的症狀，也脾腎就是它的本質，就是免疫力的問題。另外還跟他講說，這邊還有一個叫腎腧的哈，腎腧就那腰部這裡有一個腎腧，這裡也是我們常貼的地方，或者是有的人哈，就利用片就是打。膀胱經整個貼也有人在貼，也整個藥膏是做成一片藥布的形狀來貼整個這個膀胱經。另外哈，我們還可以貼幾個穴道哈，譬如說你醫生有要加強的時候，第一個曲池穴是可以貼的，曲池穴就曲池穴，手陽明大腸經的曲池穴。然後這邊腳這邊呢，在腳的陽明胃經有一個足三里的穴道。這個足三里的穴道其實也是可以加強，因為三伏貼有時候會貼3次的哈，就是它有我們看這個有初伏、中伏跟末伏嘛，它有時候你就可以來做一些變化，不要每次都貼同樣的地方，做一些不同的刺激。那通常我都是先給它貼背部，先貼初伏，然後再加手，再加腳這樣，然後一個療程下，它就是貼這麼多個穴道。
就会同大家来讲哈，因为一般来讲，三伏贴它一定是在夏天发生，对，就夏天一天个时节做按用的事情，所以等于是冬季好发疾病在夏天做预防。那医师刚才在这个我们说这个铜影的身上看到很多的穴道跟时节，大家就做的了解，他当然就是找他那个穴道，就比如说冬天会产生的那个疾病，一般来讲，比如刚什么肾啊、脾呀、肺可能比较虚，所以找到安永跟穴道的时节，就用刚才欣赏公园那种的药丸，然后用药布去贴，他是不是就是为什么找这么热哈？还有看到一点点资料，他是不是就是找因为夏天，所以整个毛细孔打开，安永的意思吗？也不能说整个毛细孔打开啦，就是说它的原理，其实它这些热性的药，它在这个表皮的时候，它会比较容易，因为它会有一些类似发炎的反应，会有一些发炎会红嘛。经过这样扩散的时候，它可以药物直接进到我们的血液里面，是好，或者是周边系统里面去刺激它穴道的特性。那通常我们都是拿这样的一个穴道直接给它贴在上面嘛，然后在刚才贴主任讲的一样。然后上面是我们可以用一般的透气胶带，或者是一般的透气胶带、除皱带，一般的透气胶带把它贴上来就可以了。那大概它贴了一定的时间啦，大概就是比如说一般有些人贴到6到8个小时，或者小孩子可能1到2个小时，他就会有反应。所以这个东西你可能就要跟病人讲得非常清楚。是，不用2到3小时啦，对不对？贴太久会对皮肤反而不好。对，它会以前我们发生过有因为。有些人比较敏感，然后他的反应时间比较快，就其实它会像去被烫伤一样，2度的浅层烫伤一样，就是会起水泡。故事会注意哦，比如三伏贴什么时候要贴？其实一般来讲就是在3天。对，就是我们所谓的初伏、中伏、末伏这3天，3年的时间，1天贴1次，错嘛？这2个嘛，1天贴1次，一次呢，比如讲身影的时间可能是1到2个小时，不过摊影黑讲你的皮肤看每个人的状况，最多大概就是6到8个小时，还按容易。不过泰卡就被摸，那到底是哪3天呢？公司采访每一年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一年不一样。那像今年啊，像前面有看天时嘅时节，就知道今年黑马嘅时节，其实今年那边下都清清楚哈，就会7月16、7月27，还有半夜16，就这3天。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很有趣，想说哇，这3天就可以去贴三伏贴哦。不过有些你就会摸它三伏贴就会这3天的时间，跟我这3天我错过了怎么办？可以吗？一般来讲，像台湾的气候，这个是其实在古代里面做定的日子的哈。古代里面日子，因为三伏天是这个季节里面最热的这个3天，对，才叫三伏日嘛。那其实，在台湾，那目前因为台湾这个台湾安永沈巴安永变异很多，有时候大概只有礼拜天才会有空。在武汉啊，其实现在很多中医诊所或中医师，他们都有一些变通方法，只要在这个初伏日的前后了哈，大概3到5天内左右的时间应该就可以贴，但是你最好还是隔的大概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来贴，是比较理想的。就是说你的三伏贴不要那个紧密打、天空一打、横一打，最后贴3天叫三伏贴，这样是没有意义的啦。大概它的区隔时间要大概7到10天左右的时间，要让它有反应的时间，也要让它有料的时间没哈。问一下哈，会不会有一些人他你希望够按有跟原理给清了给，不说你自己做药材做药物，会有这样的案例吗？一定會有啦，比如講，像迄個熱門癌就唔會嘛，因為癌真件係唔會，古種癌聽錯喺門成上，佢成上咧用做去醫院那邊貼。唔講會唔會有聽到嘅人，比如老年代係見到按用嘅年齡癌就低啊，而且剛才醫生有特別講到強嘛按用嘅東西，癌就第一步下7甲周就好誒，反正是溫熱藥材嘛，找幾樣藥材癌7甲周7甲腦嘅種扮演按用癌就7甲大，按用做對不？一般来讲，刚才讲过没有？你要自己做，大概你要去很了解自己的体质的状况啊，到底是不是适合，然后你药材的状况是不是适合啦？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你讲做的，当然你如果贴的大约时间抹床，因为它抹湿漏液其实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啦。但是那种你要搭配饮，
你又不了解其他人的体质的状况，是，然后打偏影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会比较多啦。所以我们做形象面从来看到讲，你打啊讲，因为气水泡有按严重哦，规个皮肤烂体哦，臭，其实这样也没有太好的一个结果啦。但没讲，同大家讲，希望无大家讲，我按样做，因为按样做抹黑防骗啦，侬买到按样药材，其实。都买到一滴滴的无要卖哦，买太多那种的无乜意思。其实去问市场看你下，最答怎答。有的老人家，其实老人家有的老人家哦，也皮肤的状况都不是太好的时候，其实医生也会建议他说，你不需要贴这个啦。它的效果可能不是太好。对，因为一般来讲，太假料它可能会伤到嘅问题，係嘛嘅，就會比如講有過敏嘅問題，也係氣喘嘅問題啊，就得答案有嘅東西。不過，迄個沒有的人可以貼嗎？一般人。我们刚说一般人，黑公癌呀冇乜问题啊，癌呀冇高命，癌呀没有气喘，那可以贴吗？一般来讲哈，如果答最答嘛哈，答最当然最答哈，但没有问，但有没有效果哈？还是说可以？但是没有太大的益处，你去贴就是贴好玩的。可以强健体魄吗？都得吗？通常比较困难哦，真的。通常你讲哦，有市政者哈，有市政，有案有问题，这样来做案也会按样处理哈。比如讲哦，凊彩讲，应该答好教都冇关系啊，答好教伊讲，可能到底有麻烦，到底要收冇？哦，伊讲我人的哟，那做实验都冇乜问题。但是你讲，那考虑来讲，你某偏人，某偏无病强身啊，有病治病这样哈，其实也没有这么神效了哈。是，其实你讲过三伏大老公，还是用冬病夏治，最主要还是过敏性鼻炎跟气喘，是目前可以最有效的预防的效果。公司采访唐先生讲太可能会低哦，因为亚汉人嘅工作嘅压力真大，也係講清無限，也係講可能飲食習慣的改變哦。一般嚟講，10個裡面有1半以上都有過敏嘅問題，還有氣喘嘅問題。故說哦，你喺熱天嘅時節同大家來說嘅三伏貼按樣嘅東西，就係講你有過敏，係講你有氣喘，整天都得吃看看啦吼。不過係講你整天要用三伏貼按嘅東西，有乜嘅東西你特別注意嘅咧？了一下，等下再進來。歡迎走嚟繞牆道，好欣賞呢度節目地圖啦，大家都紹介三伏貼上布貼，就是其實就會藥布貼在身體上，它有藥材。同大家來分享，簡單來講，它就是一種冬病夏治的原理，用熱天嘅時節去治療冬天、冷天嘅時節可能會發生嘅問題，比如講氣喘，一般冷天來講才會氣喘，跟問題較嚴重。也係講你長年以下都有一些過敏的過敏嘅問題。我同大家來分享哦，要注意哦，係講你真的要貼的時候，還可以去請醫生較準。好，看安全，不要自己想說哦，按簡單嘅用就趕快貼就好了。然後一年呢有3年嘅時間都得貼哦，比如就是3天，然後貼3次，一次貼1到2小時，看你的年紀，係講你嘅胎年可能是6到8小時，因為有些人你搭長久嘅時間，皮膚會紅腫潰爛，所以簡單講起來，其實。比如說比較濕，比如說剛剛形成講比較熱的這種體質，抗熱嘅體質，還有比如濕，我們說比較濕的體質，可能比較不適用，是比較虛寒的比較適用。對，這是要特別跟大家分享的。你都有一些你剛才我們講哦，其他你聊我有聽過，有人他就想說辣辣的、熱熱的，他就貼辣椒膏，不知道醫生有沒有聽過安永跟李野？基本上哈，那種三伏貼哈，三伏大療這種東西，我剛才一直強調它是預防的作用比較大，所以它不會有立即的反應。它立即反應，第一階反應你最看到的只有皮膚紅紅的啦，這個有一些類似會有一些類似這個輕度的燒燙傷的感覺，這種存在而已。所以你貼辣椒膏一樣會有這種輕度的燒燙的感覺，可是它沒有藥材的效果在裡面。那基本上我們貼很多的膏藥，其實不管是辣椒膏啦或青草膏，其實很多中醫的貼用搭配東西，其實用來治療效果是很多元啦，很多種。那個辣椒膏是貼酸痛，很常貼啊。基本上它就是治療的一個方法。哦。它跟三伏貼其實它有點某種
通用啦。三伏贴主要是节气跟药材跟针灸原理的配合。所以老师，我经常来讲过，中医的很多原理真的很有意思哎，因为它跟节气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讲，太讲讲中医跟时间跟西医的时候就有分别，因为西医的话，它就是针对你的症状然后下药，可中医呢要配合人体的体质，然后节气，啊，这中间的原理真的清有意思哦。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中医哲学就会按用你。不过更多鸦片，太讲有很多的偏方，像刚刚辣椒膏就会有一种偏方。不过还有糖膏，有人会说用那个什么。那个圆圆一颗一颗做成的，像艾草做成的，按用给东西，就也是一样，然后也是，比如放在背上，然后去点它，点那个艾草，然后它会自己慢慢的发热，也是有这样，这个是也有听这样的方式，黑毛。第二种又是中医的另外一个治疗方法，叫温灸法，好，也就是灸力哈，刚才讲的那灸艾草哈，然后像一粒米啊，或者也是一小柱山去。贴在特定的穴道上面，然后去点火让它燃。那通常呢，都是用来治疗它比较也是用来治疗虚寒的体质的症状，比如说长期拉肚子的人啊，或者是像有些妇女心包炎也是有一个痛啦哈。其实很多人用这样的方法来做处理，是基本上它就是一种温灸的方法。它是一种治疗方法，它不是像三伏大半用，它是一个预防方法。其实最大差别在这边了。对，所以哈，同大家的讲就会讲，比如讲你有时候会用这些偏方啊、辣椒膏呀，或青草膏也好啊，其实那是一种治疗。不过三伏贴根本按用给分享，就会原理真给清有意思，而且更重要的事情可以预防，可以治疗。比如说根本7月16，今年个7月16号来去贴三伏贴，你就跟医生说那因为某号，其实懂也可以某号，也没给一种预防的效果。不过跟鸦片啊，还有我们说到夏天黑按油腻，可是朗田黑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39天。对，同样的在冬病夏治一样会有另外一个学门叫做夏病冬治，然后就是他夏天其实有些过敏还是会发生，所以他为了要做这样的加强，或者是做一下刺激，会有一个39贴，就是他在一年中最寒冷的这三个时机，它就是叫39天嘛，就是类似一样的东西，它在冬至之前后附近。那这个贴法其实比较不流行，为什么？多马改，因为冬天台湾冬天是大陆的冬天更是麻烦。你冬天穿衣服穿那么多，要贴在背部的穴道上，其实是实际上有静态问题啦，淡黑啦，有淡多，那未来贴这个你要全身脱光光，太冷了，贴完就很多所以基本上还有39贴，其实我们是针对比较严重的这个有贴过三伏贴的病人，做一个类似像加强的这个作用来做。可是像冬天朗田大概39贴按有个东西，它一样是会热的吗？它还是热性的药，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讲三伏贴比较多，然后39贴其实有在贴，基本上。它比较没有这么的平常，对，没有像三伏贴这么有实证的这个效果存在。对，因为经常就讲啊，给用死三伏贴清流行给死节，有时候像门诊，你台港公门诊都贴的人，那时候最高峰，你那个经常的诊所应该有到100多个人来贴。以前刚开始磨完都经常，所以周跟满年其实。周围人全部要集中在某些诊所里面，有些技术还是要有些技术层面，比如说那种的贴布比较不会有过敏啊，那个药膏的这个调和的这状态，还有你的穴道都在打那个穴道啊，这些都是一些技术。那冬年来其实高了庆斗还有上面欣赏全部会周围，所以其实就没有这么拥挤。以前我记得10几年刚贴的时候，台北市有借过。台北市立中医院好像有，不知道是不是你也点给我了，有借过大礼堂来贴，一天贴超过1、2千人的这个情况也有发生，对，就是借大礼堂来贴啊。哇，就是大礼堂，就中医师在里面整天就帮大家贴三伏贴，然后就大家排队按钮。对，等着贴在大礼堂，那真的很有意思哎。对，因为那几年是非常风行的啦。对，因为就像经常讲比如你的药膏调理啊，你的贴布调理可以用。很刚抽到个黑事情，经常刚才用这个铜人的时候，像背部有很多的穴道，比如讲这里
对不对？这里的穴道啦，足三里这边的穴道，或者说其实还要对这个很了解，因为我觉得因为穴道跟穴道所造成的这个预防的功能还是不一样，所以其实还是要有专业的判断。你讲气家底部下给直接消炎用的大就用的大，还要请注意。而且泰嘎可能会想到，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有3伏贴，跟冷天跟时节有3-9贴，不过3-9贴可能没有这么流行，3伏贴现在是很流行的。所以说，其实基本上贴片同泰嘎的时候给按用给3伏贴，就希望讲热天跟时节黑公牛按用给前，你还是可以去试试看。对，可是医生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一定要提出来同泰嘎的分享的？请一听出来注意一个问题。3伏贴大概最重要当然就是你体质要去做处理了哈，就是要请医师判定说这个体质到底适不适合贴，那疾病的特性属性是不是做得到嘛哈。第二个就是一定要问清楚说这个贴的时间到底要贴多久。然后其实最好的判别，病人自己最好判别不是以时间来判别，就是说。当你大概嘛呢，身体可是出现刺痛的时候，比如说他已经有发炎反应出现，其实应该就应该把它取下来，尤其像小朋友，成年来讲，那成年的皮肤很嫩哈，你搭痛灸一下就一定要起水泡。对，所以这就从泰嘎的分享，大家天师都得看到，这是一个贴药的护理哈。刚刚医师其实帮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整理，还有饮食要配合，譬如不能太清淡，也不可以太冰，有时候生冷食物啊、烟酒这边还是要避免。对，有时候并不是说你贴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哇。就可以很完整的、很完美，然后又预防的很好，所以其实是整个省发跟phòng色还是个东西相互来配合哈。所以其实呢，要保持个时间哈，距离我们刚刚讲的这个3伏贴时间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所以泰卡说的胸口呢，黑公牛嘛，黑公牛沟面给温婷就想，要不要今年就来试试看？我是跟医生讲说，来给沟面清养，从古说今年就想来试看啊。对，然后医生说其实是可以试看看的，不过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哦，黑公一个身体是属于比较虚寒体质啊，你就可能要去中医师那边先做诊断，到底你的体质黑嘛该体质，你都得用3伏贴嘛，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哈。今年非常感谢好心上对到节目地动吼，老大家的分享，到底嘛该系3伏贴所以呢让大家来解答，也了解一些迷思。非常的谢谢医师，请感谢，谢谢。好，相信朋友来3年后来听你认同，线上都走认同了。